呢本書咧叫做《你就是困住自己的那座山》。呢本書咧就好似咧一位朋友啦，一個智者啦，喺度同你對話，令到你咧知道咧你可能會遇到嘅咩問題，而呢啲問題咧通常係對你自己知道係比你自己知道嘅咧更加深層次嘅。因此咧，慢慢去抽絲剝繭去觀察去理解，喺揾到真正原因之前咧，你可能咧係會不自覺咁樣去做咗啲傷害自己嘅行為嘅。即係咧，你就係困住自己一座山，即係嗰啲以為你自己做唔到嘅事啦，其實只係你無意識咁去困住自己。因為咧，我哋都會有自我破壞嘅行為，而呢啲行為咧就係源自於一啲無意識嘅負面聯想，係一種唔理性嘅恐懼，亦都會阻礙住我哋咧去前進嘅。咁因此咧，自我破壞呢個行為咧，係我哋甚至乎咧都唔會知道我哋有咁嘅行為。咁書裏面咧就提出咗20個自我破壞嘅行為同埋對應方法，咁令到我哋咧可以去思考下，究竟有邊啲自我破壞嘅行為係會帶嚟一啲影響啦，同埋係一個點樣嘅深層原因造成嘅。咁呢本書咧，佢係屬於一種心靈雞湯類別嘅書啦，咁比較易明啊，同埋啲好容易記住嘅語言。書裏面講咗一句說話，所謂嘅谷底，指嘅就係當我哋終於要面對自己嘅時候咧，指嘅就係當一切都出錯，唯有喺呢個時候，我哋先會意識到一切嘅問題都係源於我哋自己嘅。當你意識到咧自己真係必須做出改變，並且咧要去行動嘅時候咧，嗰個就係谷底。因為接落嚟咧，你就會開始往上爬。你要征服嘅嗰座高山就係你自己。咁喺平易近人嘅說明背後咧，其實可以睇得出唔少嘅心理學根據，係相當有說服力。同時咧，又唔會好似科學書籍咁生硬嘅。咁呢本書咧就係成日都會扣住你同個山嘅描述啊。山就係你必須要跨越嘅障礙，係你期待嘅未來嘅生活啦，你期待嘅自己嘅差距嘅。咁呢本書好簡單，可以分為2部分啦。咁首先佢會點出咗你同山，即係你嘅障礙嘅關係，同埋你自我破壞行為當中扮演嘅角色。跟住咧就會說明自我破壞行為點嚟嘅咧，同埋喺嗰啲常見嘅行為，認識自我破壞行為之後，就要更進一步咁去嗰啲引發自我破壞行為嘅情緒，你要有唔同嘅解讀嘅方法，甚至乎咧去覺察呢啲情緒同行為嘅成因。而第2部分咧就係會講一啲如果俾你自己去揾到嘅真正嘅平靜同幸福，唔知係要放棄過去嘅，甚至乎咧要打造未來，並且專注當下。咁最後咧令到自己可以由自我破壞嘅行為跳脫出嚟，成為自我控制。咁究竟乜嘢令到你冇辦法前進？嗰個自我破壞行為係點樣產生嘅咧？自我破壞咧，大多數咧都係源於呢個負面嘅信念，你唔熟悉嘅情況，同埋一啲唔好嘅聯想，而呢啲來源咧，可能都係無意識咁喺自己嘅腦裏面刻咗落嚟嘅，即係可能父母嘅行為啦，周遭環境俾你嘅資訊啦，突發嘅負面事件啦，其實呢啲所謂嘅自我破壞咧，係可以話係偏見咁樣去理解啦。咁呢啲來源同埋想法咧，係通常都係我哋成長過程嗰個建構出嚟嘅材料。即係如果健康嘅父母突然之間有重病，或者健康會令我哋無意識咁去同脆弱連結咗起嚟，而令到自己過度擔憂。咁或者周遭啲人會話咧，有錢人都係靠咧黑心啊，佢哋做嘢咧冇道德底線先會賺到錢嘅。其實呢啲咁樣嘅諗法，呢啲講法咧，係會影響緊你。當你去創業或者你去想去升職啊，更高嘅職位嘅時候咧，呢啲說話出現喺你腦裏面咧，反而會影響緊你。令到你得唔到呢啲機會，甚至乎令到你咧過度壓力嘅反應啦，甚至乎咧你會覺得好驚啦，你會變得好容易嬲啦。其實就係因為你冇意識喺度擔心，你好驚自己變成嗰種討厭嘅有錢人，或者你好驚俾人評價成為黑心冇道德底線，都係好擔心人哋對你嘅評價而造成一種自我破壞。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好難去察覺到自我破壞嘅出現。就係因為呢個就係我哋一直以嚟嘅生活方式，我哋要發掘同埋要改變呢一個不合時宜嘅想法，其實咧就好似挑戰緊自己嘅認知啊！
咁點樣可以調整翻佢咧？雖然咧有自我破壞，但係咧我哋係可以令到佢消失嘅，因為呢啲其實都係大多數咧源於一個負面嘅信念啊，即係由以前根深蒂固，可能你好細個乜都唔識嘅時候聽翻嚟嘅，即係可能你父母就覺得有錢人就係黑心嘅，有錢人揾到錢嘅原因就係因為無商不奸啊，佢係奸嘅。咁首先咧你要檢視下啦，你係咪限制於喺呢一種自我破壞裏面咧？咁作者提出咗一啲徵兆症狀嘅。第一，咁相較於你將時間花喺愛你嘅人身上啦，你會將更多時間咧耗費喺嗰啲試圖令到嗰啲唔中意你嘅人咧對你留低更深刻印象。第二就係相較於自己想要嘅嘢咧，你會更加明白自己唔想要啲乜。第三，你麻木咁去追逐嗰種目標，但係你唔問自己點解你會想要呢樣嘢。第四，你試圖去關心每一件事。第五，你喺度等緊人哋去為你打開嗰扇門，去俾認同你，或者咧你將你期待已久嘅生活咧交喺你手中。第六，你冇意識到自己咧已經行咗幾遠啦。首先你要揾到核心嘅需求，咁咧你又要知道咧核心嘅渴求係咩啦？核心渴求基本上咧就係你想要嘅嘢，佢係會令你經歷咧激烈嘅內在衝突同埋自我破壞嘅。咁呢種核心渴求你冇得到滿足，你可以透過觀察嗰啲咧令你好糾結嘅事，同埋令你最有動力嘅事，去揾出你嘅核心渴求。你去諗下呢啲事情咧背後嘅動機係乜嘢，你就會發現個根源喺邊度。當你揾到呢啲事情嘅根源咧，你就可以揾到你嘅核心渴求。揾到核心渴求，你就可以明白自己核心嘅需求係咩啦。即係舉個例子，如果核心渴求咧係掌控一切，咁你核心嘅需求咧就係信任。你越少滿足自己嘅核心需求，核心渴求咧就會好嘈噶啦。咁呢個自我破壞嘅症狀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咁一旦開始你去問你自己，你真正想要嘅係乜嘢咧，你就可以能夠開始解開生活同埋核心需求唔一致嘅問題。接納因為打斷自我破壞行為而產生嘅情緒同埋負面感受，呢啲情緒出現嘅時候咧，係好重要嘅行動嚟嘅，就係咧，你俾你一啲情緒嘅空間啦，並且咧對佢哋咧進行觀察啦，就好似咧有石頭跌落個水度，泛起漣漪，靜靜咁去俾呢啲時間，就會散去噶啦。你學習咧放低過去，就會更加能夠幫助自己走向期待嘅未來噶啦。憂鬱嘅人咧係活喺過去，焦慮嘅人咧係活喺未來嘅。自我破壞嘅起源好多數咧都嚟自我哋過去嘅信念，一直延伸到去我哋自己以為喺度追尋目標嘅未來。因此咧，我哋要學識放手，令到我哋咧用一個更新嘅角度去看待過去嘅自己，同埋咧睇到唔同嘅未來嘅可能性。放手咧唔係不斷話俾自己聽咧應該放低啦，而係咧話俾透過呢個技巧去令到自己逐漸放低。第一，你要改變對過去事件嘅睇法。透過改變自己對佢嘅睇法咧，你就可以改變而家嘅狀態。即係你曾經過去一啲事情咧，你定義咗，你覺得佢係一個負面嘅事嚟嘅。嘗試下用今日嘅睇法去睇翻過去嗰件事，佢可唔可以有另一種角度去睇咧？譬如你曾經上台出醜，俾人笑，你可唔可以係將呢件事調整到正面去睇咧？本身係負面嘅，將佢 turn 到成為正面。然後你就會可以學識點去咧，你就可以改變咗你嘅自己生命故事。當你可以你喺每一件負面嘅事情上面都揾到一個正面嘅角度去 turn 到嗰件事咧，你就可以改變到你嘅生活。你就會唔再執着喺過去嘅生活，甚至乎你改變到你自己觀念。雖然呢樣嘢係好難嘅，咁但係咧，你必須要有呢個決心，並且咧去建立一啲新嘅習慣啦，建立新嘅生活啦，令到自己咧去嘗試投入喺當中。咁慢慢時間累積，你改變咗你嘅行為習慣，其實你嘅過去咧，慢慢你都會忘記到嘅。咁建立新嘅習慣咧，其實都係幫緊你去邁向未來，但係喺唔追求過度嘅呢一個方式。咁咧唔需要咧去同嗰啲批評啊、質疑正面去衝突嘅，即係就好似咧好多水流通過水管一樣，水流過嘅時候咧會有啲衝擊啊，會有啲震動啊，會有啲壓力嘅。但係咧，你由佢流過啦，唔需要急住去解釋，唔需要咧去急住同佢做啲乜嘢，接受佢係會出現嘅，接受佢咧會流過嘅，始終都會流過。
令到自己去擁有呢啲感受。一旦咧你去擁有並且承認某一種情緒咧，慢慢佢就會消失嘅啦。咁咧呢個可以幫到你去揾到真正嘅目標同埋建立新嘅習慣嘅過程裏面，更加好去面對嗰啲因為變化而帶嚟嘅負面感受。你喺前往真正目標嘅路上咧，你會更加健康、更加快樂，亦都會更加平靜。你發現內心平靜嘅最重要嘅一部分咧，就係放棄對幸福嘅渴望。當我哋過度執着去追求所謂嘅幸福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幸福呢？我哋認為追求幸福嘅人呢，佢就一直望住遠處，但係睇唔到周遭嘅風景同埋人。其實圍繞住你身邊嘅人，會唔會已經係能夠令你幸福嘅呢？你看雲嘅時候好近，你看我嘅時候好遠。追求幸福嘅人到底係幸福定係唔幸福呢？或者呢一個就係必須要觀察呢個人係點樣看待過去。追求某種幸福，其實係咪只係佢逃避某種情況嘅藉口呢？我哋冇必要咧去將餘生嘅時間都耗費喺企圖完成某一種你年輕嘅時候所認定嘅完美嘅成就上面。當時我哋咧仲細個，當時咧我哋甚至乎都唔了解自己。我哋唯一應該做嘅就係要為此時此刻嘅我哋做出正確嘅選擇。希望你哋都能夠離開、擺脫、攀過呢一座困住自己嘅山。東哥說故事，每日15分鐘同你講一個故事，希望大家一齊進步，用耳朵學習法，邊走邊聽，繼續成長，每日進步1%。鍾意嘅訂閱我哋，繼續一齊去建立更好嘅生活。